继续来看赖清德，今仔日是陪同8位台北市的立委参选人到选委会来登记。赖清德讲，要讲一支全雷打，互百姓总当选，互台湾甲台北搁较赞。但是台北市某一寡区域也未整合好势，像这个港湖区，随着基进党的吴欣岱登记参选，等于是泛绿的阵营来分裂。另外，王世坚参选的士林大东区，因为初选的时阵，甲立委何志伟有心结，两个人伫现场相赌，真爱叫。到底家己登记参选的过当天，赖清德亲身来到台北市选委会，陪同家囝登记参选。高嘉瑜。CACA 小盖8位战将，亲身摸胜利的彩带。打一支全垒打，让巴西全上。让台湾、让台北能够更棒。主帅车队伫头前画白色总条，严哥徛伫后壁家囝，人徛伫遐心感无敌的。看卖啊，王世坚咧画当选的时，王世坚当选，王世坚当选。何志伟敢若拢点点，佮甲面遮咧。毕竟两个人伫初选的时有扣分，够大无联络。选举登记之后正式起跑了，那何志伟委员一定是在士林大同这个选区支持我。话是安尼讲，严哥真正当着的时，也是真爱叫。哦，抱歉，有，抱一下，发起全上，发起全上。这两个我都手，同心协力，齐力全上。这样可以吗？哦，好是。你有没有喊一下啊？喊一下啊！高嘉瑜公亲做未成，毕竟家己的选区也面对着分裂危机。基进党吴欣岱登记了后，换了选个分裂。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选到底，我们就会选到底。这样的做法在分裂泛绿，根本就是国民党的暗桩。赖清德要带领民进党拼国会过半，那对外爱想办法整合换了。对内家囝心结，口径也是爱透开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